大家好，我係李日豪，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金融市場點評嘅時間。今日係2025年嘅10月8號，美國政府再度停擺。往績顯示，美國政府停擺通常唔會對投資市場或者經濟造成持久傷害，但係目前政府僱員面臨大規模裁員威脅，而唔係傳統嘅強制休假，對經濟負面影響或者會比較顯著。美股方面，由於年初至今表現強勁，我哋不如回顧一下過去90年標普500指數嘅歷史回報數據。自1936年以嚟，有大約39%嘅年份，標普500指數頭3季度升幅達到甚至超過10%，而喺呢39%嘅時間裏面，標普500指數第4季平均升4.4%，比起其餘61%嘅時間升幅高，波動性亦都比較低。另外，美股前3個季度升超過10%之後，第4季度錄得正回報嘅機率為82.4%，遠高過其他情況嘅72.7%。我哋對於風險資產中期嘅前景比較樂觀，但短期就保持警惕。由於關稅對於通脹、消費同埋企業利潤率嘅影響仍然都處於早期嘅階段，我哋認為臨近嘅業績期將會係判斷股市後續上升潛力嘅關鍵考驗。我哋相信，隨住資本開支同埋合作交易公告持續增加，人工智能主題喺未來幾年仍然都會保持領導地位。今次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